誠邀你嚟赴呢個江南之約，由波士假期匠心呈獻，華東蘇杭純玩5天團，唔講行程，唔湊熱鬧，只為講究品味，向往萬里嘅你量身打造，係一場集尊貴、雅致與文化意境於一身嘅思享體驗。保證入住元首之選，杭州西子賓館，臨湖宜居，正享西湖煙雨與晨昏美景。品鑒黑珍珠、米其林級美讚，更專屬安排西湖船宴，伴隨輕音小調，舟行碧波之上。於太子灣公園攬櫻軒，享用賞櫻下午茶，喺繁花與茶香間，感受江南最動人嘅季節。全程2+1豪華巴士，寬敞座椅，寧靜空間，讓每一段路途都從容優雅。行程期間，周老闆將親臨與各位團友相聚閒話，共聚情誼，留下難忘溫暖時刻。江南春色有限，名額亦珍貴難求，誠邀你與摯愛同行，共赴詩意江南。今期就講到呢度先，除咗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記得幫手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同埋開心分享群啊！下期再見。